老师领导同行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是代表吉尔吉斯斯坦的主持人张强，大家欢迎参加鞍山师范学院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70周年。现在，吉尔吉斯斯坦的同学为大家录一首歌，叫做《塔拉森》。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州和城市，大家掌声欢迎！日的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我特别激动，能再次参加今天的文化节，因为这是我在中国留学的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这个活动。我在鞍山师范学院度过了3个春秋，同时也给我带了无数的快乐和美丽的记忆。这个乐器名字叫火木斯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有3个弦。非常好。我毕业以后还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个乐器的声音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再演示一遍，好不好？兄弟一直等你，一起闯出一片天地。